那属于啥什么嘛？还有要透露，但是我可以说，有啥我可以说，然后有啥是也，这个。有，我喜欢的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，我觉得，就爱的是这个，它的头，可是我觉得，俺那个啥，第二就是对是的，我说嘛，这个，不知道。Ach, Buchstaben und so.